基本嘅啱為講母語，內地報道會繼續同大家來探討有關母語政策。照教育部100年嘅統計，全台灣總共係有6620幾間嘅幼稚園，其中私立嘅處係有4723間，佔了73%多，係母語佔中嘅重要議題。不過因為相關嘅數字唔難唔相應，涵蓋兩下就教市場係教育本為主，嚟到年紀多，兩下宣強教育部鄉土語言教學部出嘅人數係冇800件，南北運用嘅哈那下幼兒園係開母語嘅相關教學課程，兩下咪變做嚟教育主管部門教育部最重要嘅問題。我們是好朋友，搖下去。睇等太人學講客話，學齡前嘅細學學乜嘅都懂嘅，係學語言先學嘅時機。教育部100年添加幼兒教保法統課程潛行提供，要求幼兒園所課程設計或加入多元語言嘅接觸同學習。為咗鼓勵母語教學，教育部今年針對幼兒園編列2600萬鄉土語言教學經費，本幼兒園當年3到7萬嘅補助，未來還會增加。也許我們可以不要限制，到只能7萬塊。像有些社區中心的學校，它如果可以當做一個整個本土語言發展的一個教學的基地，或是一個資源中心，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考量，讓它有一個更充裕的經費來運用？除了提高補助之外，教育部未按算針對幼保業增加母語技能培訓，來滿足一下公私立幼兒園所母語新生嘅需求。希望他們在職前培育的課程裡面，就把本土教學的部分能夠加進去，讓這些老師在整個教保活動的進行當中啊，就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本土語言的教學的職能。特委會已經很用心了，設計了好多課程，心傳師也有，記憶的師也有，部會之間的資源跟人才的資料庫，它必須要流通。自上教育主管機關希望加強學齡前細學學母語嘅機會，但是有教業者未講，一下家長認為嘅主流還係英語教學，母語冇受到重視，所以家長同有教業者嘅想法係變做母語教學生態嘅條件。畢竟它這種語言不是一個國際性的，它沒有辦法成為以後未來他們進入社會的一個工具，以後在職場上的需求性來的那麼高。那如果大家知道了，而且就很清楚的，政府就告知，就孩子從小越小學越好，語文也是越小學越好，也學得越多越好，他對他腦部的刺激越好。只要對孩子好的，政府就是要去做啊。我們在每年對地方政府都會有一個統合的試導，所以我們會要求地方政府把這樣的一個量的提升列到統合試導的項目裡面去，希望他們能夠再幫我們再做加強。是通過透過政策嘅手段來搶救母語係高不中嘅做法，不過先基本嘅還係要轉到家庭教育，家長係咪要識聽得轉變觀念，聽受細人認錯用母語嘅環境，將係家庭同學校教育實連接嘅重要一步。客家新聞賴冠義、方啟祥、廖啟正台北報道。